廉署同警方展開聯合行動，上星期4同5一共拘捕32人，涉嫌騙取政府中小企貸款約1.4億，拘捕24男8女，包括13名銀行前線職員、7名中介公司負責人等。廉署話，過去3年涉案嘅中介公司招攬唔同人士，成為傀儡中小企東主申請貸款，一啲涉案嘅中小企更係空殼公司，向銀行提交偽造嘅銀行月結單、員工強積金供款記錄等文件申請帳戶，而部分中介曾喺銀行任職，熟悉銀行運作，並行賄銀行職員，要求對虛假文書隻眼開隻眼閉，並加快貸款審批嘅進度。其中一宗個案喺銀行批出120萬貸款後，前線銀行職員收取7萬報酬，傀儡中小企則獲分6至8萬，餘額全歸中介公司。參與不法勾當嘅傀儡中小企呢，會獲分貸款額大約5至7%。撇除用以行賄銀行前線職員嘅賄款呢，餘額呢就會由中介據為己有。廉署強烈譴責不法之徒以貪污賄賂嘅手段申請同騙取有關嘅貸款呢，定必會追究呢一類嘅貪污違法行為嘅。廉署相信呢個個案呢，只係涉及個別中介啦，同埋銀行前線嘅人員，喺銀行業界係整體都係廉潔。警方話欺詐罪一經定罪，最高刑罰為監禁14年。行動中成功截取部分貸款審批同發放，廉署仍然進行緊貪污調查，唔排除會有進一步嘅執法行動。廣播新聞網記者吳以樂報道。